今天是2005年10月23号，藏文课是第57次，先复习上一节课的135页第21句。애남기니 지달 제경 맞추네 키랑 애취 되시秋川大都孤交切家错家脚卡拉着汉给云丹没狗呢崎岖绝北记拉潘也得没北新干皮绝班大gang卡拉贼翻过来，这是71节第一句。Q 推名害人亲些大嫂顾虑这把样寻下监督狗多罗家尼修吐波顾虑寄给米菜尼吐塞肉推塞尼给包南日松赞诺比尼学南亲包汤丹巴西个娘都桑推特日假别尼吞行这话桑娃儿穷喂那么啦人大送鸡汤沙拉珍宝云相携冷盖到给包推嘎隆米扎瓦人送对马送到红给推提速地送人心对己罗宾白马囧那个但马就你他们啦大白撇都没带把米红给他驴啦马面东苏白提啦破给破西于地呢给包基布尔尼给把赢给咸玉米他们见你皮妹印度爱说他亲切地带军都着米格给美马尔给药界他们见扩灭加给龙西却给爱浪坡尔给浪拉尔亲戚俺你却给靠引了给救你哈南给囊内对撇包记色儿盖第你爱皮盖章爱妈妈对把你
萨托那梅贝，萨托那梅贝，可你路人米汤呀，可你路人米汤呀。好，上节课就是这最后一句，正好咱们还看这最后一句啊。这最后一句有两个问题，这个昨天问了周老师，现在咱们来这个解决一下。最后这个第14句的开头 G ser， 这个在这个字典上呢查不到这个词，然后就这个就不好理解，然后就问周老师，这就是一个经验，不见得非在字典上查到这个词。实际上它这两个呢就按照它字的本意去组它的意思，就是说就两个单词就用它们的意思就可以组出意思来，不见得那个就非得字典上有。记是什么，塞是说什么，下边译的是怎么，你来联系它这个意思，这也是一种学习。就是心想是最后那个 nyam 是心想，心想第一个字说记塞，说什么呢？哎，怎么？就是有点那个惊奇的意思，哎。所以这个就是在对照啊学习的时候呢，下边那个也是这样，最后一个词儿 nyam 前头那个词儿说米汤，这个上边翻译的是不可能。他说这个我们两个母子啊太苦了。这个他要是唱歌呀，不可能唱歌，哎，所以米汤这个字典上也查不到。字典上查这个汤啊，就是跟咱们汉字里头说喝的汤，那个汤就是那个汤，哎，音一样。一个是汤，再一个是广场，还有什么明亮这些意思，健康这些意思，就是没有可能。然后一问周老师呢，说安多话里头汤就是可能。哎，他就是没收到字典里头，哎，所以那个字典呢，它也是这个不见得都这个就是收全了。像这一类的呢，就得根据那个实践生活什么补充进去。就是汤，米汤，米汤汤呢，刚才说了，这个字典上的意思是喝汤的汤，广场、明亮、健康、结实什么这些意思。但是呢，它还一个在安多口语里头就是可能的意思。这个字典没收进去。像这个米拉日巴传啊，米拉日巴那个说的就是这个安多话，哎，所以它这个三大方言呐，互相那个有一些词是这个词义啊、发音呐不一样的。好，这个把这俩问题解决了。今天咱们开始讲新课，翻过来140页。现在这个语法现象讲到这个，咱们还翻过回139页啊。看中间这3语气词你，又称你扎。这个现在的语法现象就是学这个你，就是你表示什么呢？就是一个除表示语气停顿外，还表示突出强调前边的成分。哎，就是记住这个语法意义。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翻过来看这一句啊，还是这个米拉日巴传里头的，说克拉强纳。克拉强纳，克拉强纳，克拉强纳，克拉就是在你那里，在你身上，在你那里。强是北方，拿是在北方。这个在你那里，也就是属于你。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都是在你那里。现在就是问上师问米拉日巴呀，说你那儿，在你那里，强呢在北方。后边啊，野餐金札月送，野餐金札月送，引餐金札月送，引餐金札月送。野是近的意思，远近的近，餐就是一个单位，哎，近的单位就是亲戚，野餐就是亲戚。记是什么？札是像什么？像什么？前金札就是说像什么，就是什么样，怎么样，如何？哎，你根据这个意思去，根据这个跟他这个单词啊联系着去记，直接读就是什么样，是吧？记札什么样？
什么样呢？也可以问怎么样？哎，什么样是说一个这个表现的这个样子？怎么样就是有点抽象意义了，如何？哎，所以曰是有，宋是上师说的那个说的敬语，一看宋这就是敬语说。上师问米拉日巴，整个这句问什么呢？说你在北方有什么样的亲戚？也就是有什么亲戚？你在北方有什么亲戚？问这句话，怎么引起的呢？就是那个米拉日巴的母亲让一个要到这个方面来的这个瑜伽行者呢，给米拉日巴捎了一封信。那个信是那个瑜伽行者弄一个泥球哈，把它包起来，然后给的米拉日巴。米拉日巴一看信上说呀，说你在北方啊，在北方咱们家有亲戚，你在那儿可以得到这个帮助。这米拉日巴那个不是咱们前边不是学过那个句子吗？米拉日巴这就拿着这信就发愁了，没听说过有亲戚啊。然后大概上师也帮着他出主意，上师就问他说：“你在北方有什么亲戚？”看米拉日巴怎么回答啊？俺儿曰塞尔瓦，俺曰塞尔瓦，俺儿曰塞尔瓦尼，俺曰塞尔瓦尼。俺不要那个然，就是早晚的早，加上然还是在以前，就是在以前，前早一点的，前边一点的，在以前约有，塞日是说，塞尔瓦是说，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停顿，一个是停顿，一个是强调。后边马雀读马雀没有听说过，雀是听见，不是听，听是我想听，听见听不见还不一定，这个雀就是听见，马雀就是没有听见过，没有听过什么呢？没有听过前边这个，所以前边这个一代尼亚是强调我没有听说过前边的情况。那日是在以前呢，我没有听说过，就是从小我长到现在这段时间里头，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什么呢？有，塞日瓦没听说过说有，就是也许有，但是呢，我没听见过他们说有，就是没听见过他们告诉我有。哎，当时他还是认为北方还是有，因为母亲说北方有嘛，他还是认为有，但是呢，我没有听见过他们说有，就是他们没告诉我，就这个意思。这句搞清了没有？阿日是指的没听说，是在以前没听说，就是到今天我还没听说。哎，因为他相信母亲不说假话嘛，肯定北方有，说不定以后母亲又有一个办法告诉他了，是吧？他都保留这些可能性。说到现在，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什么？没听说过他们说有，没听见过他们说有。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啊。这个为什么要加这个呢？就是说有，就是强调我没听他们说过有。实际上这里头就饱含了那个实际有的可能性，是吧？哎，强调是没听说过说有，这是强调的意思。下边啊，一给你腾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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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为什么读腾扎？上边那个为什么读金扎？就是因为那个扎前边那个啊呢可以发 n， 所以就带个 n， 腾扎。下面一个是文字，或者是这个信，是吧？信，这就是指信，就是瑜伽行者捎来的信呢。你看又是强调，说我没听说过有，但是这个信上呢，专门强调就是信里头说怎么着，腾扎达那样有，什么样有呢？就是像信上说有什么呢？有那个样子，不是说有，是有那样的话。后边这个达是有，腾扎是那样的，有那样的，
有那样的什么呀？有那样的话，就是说有说北方有亲戚的话。哎，你看这个说信呢，哎，他有那样的话，我没听说过，但是信上说有亲戚有那样的话。ten扎是指的那样的话，信上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对吧？只能是有话。下边啊，恁就把了七百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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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就把是瑜伽行者，修瑜伽的人，哎，这个拉是对着这个瑜伽行者，七吧是问，说问过这个瑜伽行者了，将就是也问了这个瑜伽行者呢，也怎么样呢？说举你米达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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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是什么呢？是熟悉，就是动词就是熟悉，名词就是熟人。这个发展抽象意思呢，那就是这个熟悉嘛，那就是详细的知道，很了解，很熟练，这个熟悉嘛，精通，善于，这都可以这个抽象出来了。举呢，就是说，就是知道，就是明白情况。这个，他这就取抽象意思，就是说，完全了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问了瑜伽行者说，完全了解这个情况的这种情况的米达没有，他也不知道。哎，举呢就是知道，哎，就是熟悉这些情况，完全了解，他知道怎么回事。结果这个呢也没有出现这个他知道，他很熟悉这个情况，他知道这个情况，没有出现这个米达还是没有说他给明明白白的把情况说清楚呢，这种情况没出现，没有。最后许是米拉日巴许，许是请示、请求、汇报，就是下人向上人来说话的一种谦语。哎，显然这个呢，就是米拉日巴自己叙述这个事儿嘛，他就说我对这个，因为上师上师这个问他呢对上师呢就许都是用的过去式，整个这句话意思就出来了。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这个，用了几个你，用了这个三个你都是什么呢？都是强调。你看头一个你是说，说有这个呀，我没听说过。第二个是，但是信上呢，哎，他就这样说。然后问那个谁呢？问那个瑜伽行者呢，说，明白的情况呢，知道的情况呢，也没有。这都是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很奇怪。哎，实际上，他母亲说的是那个瑜伽行者的那个棉衣上，他补了一块补丁，那是他们家亲戚。哎，你看这个在社会上讨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啊。咱们来读一遍啊。克拉强纳，克拉强纳，克拉强纳。克拉强纳，捏参金扎约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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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塞尔瓦尼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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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给你腾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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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就把啦七百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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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你米达许，举你米达许，举你米达许。举你米达许。好，这是一句，再来一句啊，也是用这个你。塞那坚给努尔南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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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儿是黄色的，那是鼻子，坚是有具有，
提是这个的了。说具有黄鼻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各个民族语言里的习惯了。藏语里头说黄鼻子就是吝啬，吝啬鬼的意思，就是那个小气，小气鬼。这个说从哪儿来的，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连本族人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了，大家就反正古人这么弄下来，黄鼻子就是小气鬼。所以这个呀，就是你也可以自己联想着去记，反正就是黄鼻子呀，就是这个塞纳坚就是小气鬼，吝啬鬼。吝啬鬼的什么东西呢？挪儿那挪儿是财富钱财，那么就是所有的钱财，糖跟后边联系。说吝啬鬼的钱，下边啊，差多间你筹包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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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是中间间隔空隙，就是间隔空隙中间，就是中间的意思。驼是什么呢？是这个狭小、狭窄、狭小、窄小。这个中间这个空间隔小，什么意思呢？心眼小，小心眼儿。小心眼儿是什么呢？爱嫉妒，所以差多就是嫉妒。你根据这个意思来记，就是小间隔。小空隙，小中间小，就是指的这个心眼小，胸怀小，胸怀小就是嫉妒，这都是常用的心所了啊，嫉妒。说具有嫉妒性格的朋友，丑包朋友啊，列了2项，还不知道他怎么评价啊。后边，罗安基尼瑞巴南。罗安基尼瑞巴南，罗安基尼瑞巴南，罗安基尼瑞巴南。罗是心一时，再一个就是智慧，智慧。安是坏，坏就是略，略会就是这个不是指的，这个是指的那个什么呢？就是智商差，是这个。这个罗有这个智慧嘛？智慧略不是说他这个人坏，不是坏，是智慧少，差低。对，所以这是笨蛋啊！这不是那个坏人，不是说出点子出的坏主意，不是坏主意，是智慧差。智慧差的，注意这来了个你，这个你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本来后边这个蕊巴是什么呢？蕊巴就是出主意的主意，就是这个蕊巴实际上有很多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思想、看法、观点，主意，他的观点，他的主意。咱们就先讲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复数了，主意们，注意，他这句话本来是要说。罗安基瑞巴南就是这个笨蛋的主意，结果为什么中间加个你呢？因为字节不够了，因为诗要7言一句，他这呢是六言，所以呢就来个这个，所以这个你呢有时候就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他这上边那句话说，语气词你在诗歌中常用来呢调整音节数，并无实际意义，就这个说。罗安基尼，他那个字节不够了，停顿，就是纯粹停顿一下。瑞巴南，笨蛋的出的主意。好，说了3样东西，后边来个总结。月亮嘎瓦给美女，月亮嘎瓦给美女，月亮嘎瓦给美女，月亮嘎瓦给美女。有了也高兴。升起来不能，有了也不能升起高兴。这3样东西呢，就是
有了你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你再回头看，吝啬鬼的钱财啊，这人很有钱，但是呢，他小气鬼，那你对你没有任何意义。是爱嫉妒的朋友，你交了一个朋友呢，这个他爱嫉妒，那他也不会帮你。是笨蛋出的主意呢，不但帮不了你，还说不定给你坏事儿。所以呢，这三样东西有了呢，也生不起高兴来。也，你看他意思是有了也不会令人欢喜。这个就是自己来这个怎么用词了，意思就这么出来了。语法意义就是这个诗歌里头经常那个你呢，就是个停顿，增加一个字节，没有意义。咱们来读一下啊。Sena jenge nor namt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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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多jenge chok bao t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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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安 khi ni ri ba 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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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嘎哇给美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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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边学新的一节，第72节，疑问语气词。这个听录音的时候就把这个节呢给它，原来的有印本是全部从一整个书把节数排下来的，排到这儿呢正好是72节。疑问语气词也很好，这个很好辨认。咱们来看啊，疑问语气词在句中表示疑问语气，就是问号，包括怀疑、反问、犹豫等语气，反正是有问的意思。一般单用于句尾，有的则和别的词配合着用。咱们来看啊，先看单用于句尾的，不要看它这一串了。这一串就是什么呢？就是前边这个句子只要是问话，跟陈述句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后边把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个麻，就等于你一看到这个呢，你就把这个变成汉语的麻，加个问号就完了。你比如说原来说我吃饭，这就是个陈述句。要是我吃饭后边加一个这个，把最后一个字母一重复加个麻，那就等于我吃饭吗？就加个麻就完了，很简单。这11个语气词又称为分合词，是且律是集合起来，且是区分开。分合我估计这个意思啊，就是从前边那个单词把最后一个字母分出来，然后跟那个麻合起来。咱们为了这个记这个意思，这么猜一下啊。他们受前音节，就是为了记什么呢？就说这个词怎么来的这个意思啊。他们受前音节后加字制约的情况是，注意啊，声母辅音，就是这个辅音字母与前音节的后加字相同，等于就是说你把后加字重复一下。韵母元音为啊，就是没有元音。你看那个麻它都不加元音，加后加字麻。后加字为啊的，注意这个啊，在啊后边加个麻，后加字是啊的呢就不重复了，就直接在这个啊后边加个麻。这个无后加字的加 am， 就是没有后加字，就是一个基字，没有后加字的就加 am。古代有在后加字塔栅的，用 dam， 就是这11个里头啊，后加字因为没有大，结果呢，这个疑问代词里头呢有大，怎么来的呢？凡是你一看疑问词后边加 dam， 那就是它的那个古藏文里头这个字后边有塔栅，有在后加字塔，就跟那个在后加字撒是一样的使用的。好，这等于是一共有12个语气词词尾了，就多一个当。下边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子。独杠，它后边就第二音节就不发不送气了。独是坐在那儿，有待在那儿，在那儿，有。这个一加这个麻呢，就是在吗？就这么简单。
哎，一重复最后一个字加个麻，就是加个麻字，就加个麻，那就完了。在吗？后边桑安，桑安，好吗？如果要是没有后边这个就是好，就是确定的陈述句，加上这个就是好吗？就加个麻就完了。约当，有吗？兔棒，能吗？你看就加个麻就行了。念吗？想吗？他让，能解脱吗？他加了个能字儿，这个他日就是解脱了，解脱吗？解脱了吗？能解脱吗？这个根据句子的意思去这个看他究竟是问的什么。捏了，睡吗？就加个麻，很简单，加个麻就完了。记住就是重复最后一个后加字，加个麻。谢桑，知道吗？送桑，说了吗？这是说的敬语，说上师说了吗？注意后加字是啊的，就直接加个麻，就不再重复了。gam，就是你愿意读 gam，这其实都差不多，就直接读就行了。喜欢吗？后边这个是 dam，看吗？ kingdom， 这个 king 呢，注意他这个说这个 dam 是这个咱们前头说了，他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字古藏文的时候有在后加字塔栅，所以呢他后边就用 dam， 所以以后你见问话里头出现这个 dam， 就是前边有塔栅。这个前边有塔栅呢，这个 king 是高声，有塔栅它那个音一般就读了就是降下去了，就跟那个撒一样，在后加字撒一样，所以 kingdom 就跟那个 parado 沁吧，沁也是，最后是个拿，但是它最古代有塔栅，所以就沁，是 gildam， 说这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肯定是这个字在古藏语里头呢有在后加字塔栅，这个变了吗？那个前边那个是 king 是敬语的知道，知道吗？敬语的知道。最后一个 zedam， z 是高人赐给下人的，给的敬语就是 z， 赐给了吗？kam 等语气词用于句尾谓语时可以表示疑问语气，就是加个吗。咱们来学具体例子给别卖吧，给包加一个撒就是主语，卖吧是说的过去时，国王说了什么话呢？说克拉虾嫌隙，克拉是对着你，对着你干什么？要看后边动词。先看这个后边虾是肉，嫌隙是另外的肉，另外的习是不定指代词，另外一块肉，另外一部分肉，另外某些肉，在后边秦呐撒姆，秦是给不施，拿是如果给谁呢？给快了，给你。如果给你另外一块肉，如果给你快了，冲着你，如果给你另外一块肉，撒就是撒是吃，是麻，吃吗？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释迦当国王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一个鹰追一个鸽子，是吧？那鸽子就飞到这个国王的身后边了，然后这个鹰来了之后就要吃，
这个国王就跟他说我要是给你另外一块肉，你吃不吃啊？结果那个鹰说吃，然后他就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用那个秤还称了，就是跟那个鸽子呢正好跟那鸽子重量一样的肉，喂了那个鹰，割肉喂鹰，这是释迦的这个是割肉之前呢，国王问那个鹰说，克拉夏贤西秦呐啥吗？如果给你另外一块肉，你吃不吃啊？问这个话，咱们来读一读啊。这个语法就是那个撒加个 am 就变成了吃吗？就是疑问了，就问吃吗？就这么简单啊。给别买吧，给别买吧。克拉夏贤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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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呐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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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咱们这个语法现象很简单啊，就是问话。咱们来这个再学一句啊。猪皮煎给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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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是头顶，头顶有时候指这个什么，顶啊尖儿啊，反正就是这最高的这个地方啊，一般是指头顶。皮是什么呢？皮是这个叫心线部分，新旧的新，献给的献，心线部分就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吃饭呢，第一碗饭供到佛菩萨面前，他这个就是世间的那种了，就是喝酒啊，第一口酒献给谁？新献的这个第一口酒，第一碗饭，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所以它有新的意思吧？就总的来说有新的意思。朱毗坚这是个人名，这个人名是什么意思呢？具有心顶，头顶啊有顶髻的意思。头顶有顶髻的意思，这个古人大概知道有顶髻好哈。你看佛顶髻多高啊，可能高人这个地方都要高一点。就是说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一看啊，有顶髻，就是取了一个，也不一定他本人真的有顶髻。比如说他父母希望他有顶髻啊，希望以后有顶髻，也可以取这个，这就是这个起名嘛，就瞎掰就完了。所以呢，这个人起了个名叫朱毗坚，具有顶髻的人，这是个婆罗门啊，这是还是个第一种姓啊，高级种姓贵族，朱毗坚。不过他现在办的事儿是很不光彩的啊。这个给就是他做主语句歌，卖吧他说了，他说什么呢？说太皮给，太皮给，太皮给，太皮给。太就是慢，太就是慢，皮太皮还那个太步，这个你可以给它画条线隔开。太步就是步，咱们说过，也那个什么词尾啊，可以加包巴哇什么也可以加步，就是一个词尾，没什么意义。太步就是慢慢的，加上撒就是做句格，做方式方法，就是以慢慢的这种方式提就是做的，咱们不是说过吗？跟那个做呀是意思完全一样，有另外一个写法，有另外一个单词，就是这个。这个呢是前爬后边没撒，是未来时，所以呢这个整个意思就是说慢慢的来，慢慢的做。这个什么意思呢？咱们也介绍一下才能了解他的意思。这个朱毗坚这个婆罗门呐，他这个跑到这个释迦，这个是国王，释迦这个当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国王，他来跟国王啊谈判来了。谈判什么呢？就是要大概是两国要交兵，他中间来调节就是这个说也可以不打，怎么不打呢？就是你得给点补偿啊。然后这个国王说给，然后他一听，
国王说给，就说慢慢来，只要这个要从这里头获得最大利益，就是能够他从当中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他你说给了，好了，咱们慢慢来，咱们好好说啊，咱们就是谈判嘛，这个用词都要说好。所以你看他这个心情啊，这高兴起来了。太皮起，慢慢的来，咱们后边啊慢慢的说，慢慢来，慢慢来。第一步先干什么呢？说记觉吧觉然，记觉吧觉然，记觉吧觉然，记觉吧觉然。先看前三个单词，记就是什么，觉吧是需要，这是一个动词，需要。这个合起来之后啊，就是前边这个记就不是什么了，就成了那个一个代词，它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后边这个形容词形容它的。动词可以做这个藏文里头动词可以做形容词，就是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就变成了不是问，不是说需要什么，是需要的那些东西，需要的任何东西。这个什么就变成了有代词了，就这个在各个国家语法现象里头好像都有，是吧？记觉吧就是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需要的那些东西，需要的那些东西。然后呢，觉儿是提供，它的基本意思是组合，就是配合，把什么东西给组合在一块儿，组装在一块儿，装配在一块儿，基本意思。它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意思就是提供，就是提供给这个别人，给别人。然就是妈，说需要的东西你都给吗？我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吗？就这意思。记觉吧就是所有需要的东西你都给吗？你说给了啊，说给什么呢？说是我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吗？就是这个啊，先把话说好。给别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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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着觉着交着觉着。给。结果这小子就要什么呀？要那个脑袋，要国王的脑袋。这个后来国王就给他嘛，国王答应给了，大臣不答应，大臣不答应，国王没办法，偷偷约上这个足皮坚到那个树林子里头去，给他。结果好像还是那个国王自己把脑袋割下来，然后用手呢递给他。结果那小子还没刚跟国王在那刚说，还没动手了，结果让树神给他打了一耳光，对，打了一耳光。咱们来看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意思好理解，就是说语法现象就是那个问，说Jordan给吗？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吗？就是这个。好，咱们来读一读啊。猪皮煎给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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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皮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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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觉吧觉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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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别卖吧觉着，给别买吧觉着，给别卖吧觉着。给别买吧觉着。这个句子都很简单啊。再看一个，给包拿人，给包拿人，给包拿人。给包拿人。咱们讲过，拿人就是跟汉语的说字是一样，也不用其他的零碎，上来就拿人就说就完了。国王说什么呢？俺妈家塞当，俺妈家塞当，俺妈家塞当，俺妈家塞当。我的孔雀杀了吗？这个句子咱们学过，所以不解释了啊。论别买吧塞多，论别买吧塞多，论别买吧塞多。论别买吧塞多。下边一句，父母干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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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高兴了，高兴了，然后内是之后也可以，
是这个就是一个停顿也可以，反正就是先说他高兴了啊，高兴起来了，然后他干什么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这样的话，戒是所谓，就是后边麦吧是说了所说的这样的话，这个它俩的功能不一样。麦吧是动词，是说的内容呢，就是说了所谓的前边的话，这个戒就起一个引号的作用。实际上这个戒也是说的意思。这个女儿高兴了，说了什么话呢？也给包，也给包，也给包，也给包。也是父亲的敬语，提是句格。这个话里头是把父亲作为句格，就是说要让父亲做个动作，就是父亲做主语。下边看让父亲看谓语是什么啊？给包人亲可切赛，给包人亲可切赛，给包人亲可切赛，给包人亲可切赛。国王后边是这个国王的名字，叫做忍亲可掐。忍亲是人是价值，亲是大价值就是宝，宝。可掐是盔甲就是武士身上穿的盔甲。宝下边译的叫宝铠，铠这个铠甲啊，也说铠甲嘛。他这个因为用名字了，所以你弄个盔啊什么不好听，就宝铠啊，这个文绉绉一点。这个国王叫宝铠，国王宝铠的儿子，儿子这也是个敬语，国王宝铠的儿子。好，下边给不给军 kingdom， 给不给军 kingdom， 给不给军 kingdom， 给不给军 kingdom。这个国王宝铠的儿子后边就是同位语，就是并列的。他的儿子是谁？就是儿子跟那后边这个人是一个人，就是用两个词并列起来。他的儿子是谁呢？是王子善事，给是善恶的善，群是为时无境、为时无益的益，意义，然后还事情，就是给君，就是善事，这是王子的名字。王子善事 ，kingdom， 知道吗？king 是知道的敬语。问父亲，你看父亲知道吗？父亲做主格，不是父亲做这个就是主语 ，kingdom 是谓语。父亲知道吗？然后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呢？知道国王宝铠的儿子王子善事王子吗？给别卖吧，给别卖吧，俺谢索，谢索，我知道，我听说过，我知道这个人。这大概咱们乱猜一猜，为了帮助记忆啊，这可能就是这个女儿请这个国王啊，说这个说媒，对，然后国王就答应了，一答应呢，女儿就很高兴，说好，说这个你知道那个宝铠国王的王子善事太子吗？国王说知道啊。好，这个语法现象很简单 ，kingdom， 叫 king 是知道。加个 dam 就成了，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好，念了这一句啊。普木嘎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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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底盖界麦索。也给包人亲可切赛，也给包人亲可切赛，也给包人亲可切赛。也给包人亲可切赛，给不给军 kingdom， 给不给军 kingdom， 给不给军 kingdom， 给
给不给君听的，给别没把爱谢索，给别没把爱谢索，给别没把爱谢索。给别没把爱谢索。好。